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看南投民间的共艺国小，利用今年的寒假来举办科技冬令营的活动，让学生囡仔来体验生活科技知识。南投民间经营国小伫今年寒假办科技营队，老师带学生囡仔用简单的器材做 AI 目镜，加用声音控制歌仔灯，互大家耍甲真欢喜。第一天就是做灯笼，有点像灯笼的夜灯，它可以用电池把它充电之后会发光。第3天就是玩 AR、VR 的游戏，让我看到一些很奇特的特性。这摆活动，和学生囡仔拢会使大开眼界，学到课本无解知识。他们就比较少这些事情，这种比较少老师来这个地方，然后让他们能够学到这种东西，能够对科技不排斥。学校是希望用各种活动和科技甲学生的生活做结合，培养大家实验的精神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